学乖了，这才是爸爸的好女儿啊！他们把我想得太蠢了，以为把我送进3年的精神病院，我就能被驯服、击垮，却没想到我被逼成了一个真正的神经病。疯狗又怎样？我可是神经病啊！我嫁。好，你若能生下个小孩，我给你执事10%的股份，保你一世荣华富贵。知总，少爷他又犯病了，把他关好，别让他出门。池先生，可是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他有疯病，放出来只会丢池家的脸。至于婚礼，你一个人走流程就行。池先生，我们夫妻一体，带我去找他。去吧。哎，到了。